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张國強國松老師哈，國強先生。今日呢，同大家來介紹國立台北婦女健康大學健保系嘅原發寶貝同一棚。同埋今日同我哋傾下嚟做運動嘅有雷文老師嚇。多謝一個運動呢最主要嘅精神呢，我本來呢有年紀個大一些嘅裝備呢，特別想做運動又唔對用伸展呢，做其他運動呢來做這個運動一個運動對我哋呢平常嘅保養，特別增加力氣嘅心肺運動嘅一個運動種呢嚇，都有幫助。今日我哋嚟介紹呢，都嚟做降筋壓片嘅部分呢，一個純站的一個運動。我哋剛剛喺降筋，啱可以說專門個流量嘅話嚇，我哋嚟做自己動作嚟做一個動作，亦可好做。呀嘛佢方便。第一個動作呢，我哋嚟做一個頭拿呢切片嘅動作嚇，同降筋綁一下嚟。首先呢，同樣嘅頭拿呢嚇，切左片，慢慢地嚇，慢慢地切左片，切下來嚇。用個強鬆嘅方式咯嚇，分析來做運動嘅方式咯。切一片幾下呢，加強一下強度呢嚇，嚟同樣左手呢拿上來，邊嘅也係二弓單個項，嚇，一二弓嘅單個項，嚇，同樣嘅力量呢，嚇，一鏡頭呢我綁上來哦，綁下來，嚇，綁下來，安尼綁一下來，一個降筋嘅右片嗰邊。綁到一些橫橫，唔是鐵通啊！一些橫橫都好誒，咪一做的話要咪咪看會鬆一些。好，安尼再綁上來，再慢慢的下來，用強鬆的方式來做一個運動哈。一個運動都做降筋一片的部分哈，我哋來做一下左片的嚟，向下來練習吧哈。我哋做強度一度呢，做10秒鐘，我飲食下都好誒哈。預備起，好來。左片，慢慢的，好，切左片一下，手呢慢慢的拿上來，標二弓單個項，好，然後綁一下來啊哈，綁到嘛，降筋一個肩膀哈，唔好鬆鬆來啊，下來哈，飲食下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好，那綁上來，好，再手呢輕輕的綁下來，好，有做右片，如果有做右片呢，要做左片哈，同樣啊哈，你身體哈一定要切到，唔好嚟嘟後面哈切一夾上來哈，頭拿哈，個強鬆性唔怕哈，那頭拿哈切左片。右片也切上來哈，右手呢拿上來，好，再板凳一個頭拿一片，好，再板一下來，一鏡頭呢冇鬆氣啊哈，下來，鏡頭下來，對綁冇錯嘅啦哈，安尼開始哈，安尼飲食下哈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好，再慢慢的變下來，慢慢的手再慢慢的變下來，好，要都鏡頭都左右要兩條筋都不用綁到的哈，都讓你明顯的存重一下，存站一下。好，今下呢做那個要綁一個兩片的一片的鏡頭，要兩條筋擼哈，綁啊，要綁啊，同樣哈，讓主看待下。哈，頭呢向下來，讓住看在下哈，咪同樣啊哈，鏡頭摸就係啦哈，都被綁到一兩條筋嚟哈，加強一個強度，好啦，頭呢拿上來，那個手拿上來，好，一手可以，好啊，腳端也可以啦哈，安尼，鏡頭同樣，好，綁下來，好，綁一下哈，這樣子，好，再。強強的綁下來，強強綁下來，好，我哋再來做一下哈，
1下，我哋做1下哈，预备起。啊，天天咧，眼珠看大下，啊，钢筋向并绑到来，再来看向下。好，两个手呢，把呢从那地，从那绑一下来。好，刚刚有些，有部分绑到，感觉哈，停一下来哈，唔是铁痛哦。啊，你的呼吸哈，自然又好诶，你呼吸就自然又好哈。来，开始呀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好，安尼好诶，慢慢的放来，手轻轻的绑下来，好，再来介绍一啲。比如话，路用的从一片的筋路，啊，一片的筋，一片用一个片的筋哈，用绑。路我放来，人主看当个方，哈，睇人头拿来向当个方，係我一路綁到一條筋，好，我哦有時綁唔是鐵通，可能可以綁一度一度哈，但慢慢的變下來。好，如果你動作哈，我哋更加嚟做10下哈，來開始哦。好，天天嚟啦哈，天天嚟我，你要呼吸啦哈，正常呼吸正常都好嘅。好，我當哈，差唔多幾下哈，我哋嚟存一下哈，念10下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好，再慢慢嚟變上來。哦，你假使要強下來做嘅話哈，我感覺人一個鋼筋啊，佢強鬆嘅。哦，人鋼筋強鬆幾下呢，人頭腦啊哈，我感覺哦，佢舒服，啊，佢舒服，安尼個好哈，安尼路。我哋咧都感覺到說啊，一個頭腦免疫安尼轉啦，冇轉鐵架路，慢慢地轉路好嘅哈，因為我哋要有通脈，冇有影響鐵架鐵有哈，路安尼慢慢地路我哋來存展一下一個頸部嘅運動。好，今日我哋再來介紹一個人數一樣來做咯哈，啊數啊剛剛啊要用綁一個片啦哈，啊嚟到綁。我同大家嚟介紹一下哈，嚟介紹一個同人做數呢，好綁上來，二腳頭好，有二腳頭要綁一下，要邊用，就綁一下來，好存出來，要豎張呢，啊豎張呢要綁出，要出，也豎米豎字一片的話哈，豎右豎板頓來，好，向自己身體按嚟板，按嚟板。啊，按哪個數呢？按呢或按呢或按呢哈，你就綁得看自己強度樣哈，你對自己肩膀上來平嘅，嚟綁進來。好，按你可以嘛？啊，你更加再嚟做10下哈，要強度嚟做10下。嚟，同樣數天天呢，好拿上來，數米翹上來哈。然後數呢，板頓一個向自己身體按嚟擺。好嚟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哦，好，再來變下來，再慢慢的綁好來，再慢慢的變下來。好，有做數都有數啊，來右數來，拿上來，好，同樣肩頭平嘅都好嘅哈，今日嚟綁一片哈，綁上來，嚟。啊，數米安尼可以啊，可以嗎？安尼有出嗎？有剛剛有綁到一些嗎？有哈，剛剛念10下呀哈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哦，好，再變下來，慢慢的變下來，哦，明日也可以存一下，綁一下，存一下，綁一下。按如一綁，也變得筋路也強鬆。
好，我哋鸦片做，各位做一些嘛嘅嘛哈，鸦片咧用种咯，鸦片用提绑一下来咯哈，我哋看咯哈，用绑哈，同大家搞一下咯，同椰树呢，标个牙剪头行，树米标牙剪头行，啊，一只树呢，同做树呢扶一下，好扶一下，然后呢有能力的话哈，做呢，标个剪头行啊。 冇办法过头拿的话哈，如果拿钝了哈，过头拿，好来，啊，不用好了呀哈，下来就做实下咯，来，不用也剪头行，板凳来，有能力板呢过头拿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好，慢慢的变下来。 好，我哋做片呢，可以用呢，来做一下也嘅，好，板凳优数，好，高头呢也可以，方案嚟做呢也可以，好嚟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好，有上頭幾都不能綁到嘅，哈。咁我哋再嚟做一個劈上嘅運動，也上被打開來。 一個動作佢簡單，啱嘛佢又好，啊你打開來嘅話，你心情都會好來。比方做樹拿上來，哦，一個呢樹樁呢往後邊面，都是木炭，啊，啊你夾斷落來，好，但係標下來，好，我哋做實下哈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。 哦，也上頭都不能綁頓了哈。好，今天的運動呢，都給大家都結束哈。下次再見咯。